件秋刀鱼，我吃皮啊，多几多。来个什么呀？来200小姐的。来啦，有高鱼的吗？来500块，唔咁少呀，200块呢？200块能嗌冇？200块。我嗌我。秋刀鱼不怕鸡蛋，我会我多啊，呀，唔計多分啊，別香。係啊。阿哥老闆點睇冇？龙爷啦，啊，這個魚啦，乜講300、400嚟啊？但係佢就掉啦，200塊了。這青魚係哪有人想要食嘛？青魚第一真係掉啊！啊，對，啊你青魚哥有冇來啊？先刷俾嘛？大隻係呢？大隻係終於會，終於嚟啊！哎呀，會啊，並未落啊！好。第二杯先，全杯食啊！歹勢，因為我嚟講，我冇偷窺過喎，唔使。歹勢，誒，你而家注意者好嘛？歹勢。